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俱。尔时，世尊时时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乞食，与其城中，次第其仪，还至本处，饭食讫，收衣钵，洗足矣。夫坐而坐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俱。尔时，世尊时时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乞食，与其城中，次第其仪，还至本处，饭食讫，收衣钵，洗足矣。夫坐而坐。